再来看雅虎奇摩宣布讲，今年底超级商城会收起来，未来会专心来经营购物中心甲拍卖。专家是认为讲，疫情过了，民众减少网络购物，佮加上电商平台资源集中，大间的会愈大间哦，无占到市场领先地位，就真歹生存，所以嘛必须爱转型。点开雅虎的网站，不管是食的、用的，拢会当伫顶面买到。不过雅虎奇摩宣布，成立15年的雅虎超级商城会伫今年底收起来。不会可惜吧？可能比较过时了。它比较没有那么方便，对，其他的用的比较习惯了，比较少在用雅虎。雅虎奇摩表示，因应调整电商的营运方式，决定要停止超级商城的服务，未来佫专注伫雅虎奇摩购物中心，佫有拍卖的营运发展。同一时间提供更较优惠的合作方案，佫有搬厝的工具，互即卖合作对象佫有店家转去奇摩购物中心，佫有拍卖。专家表示，疫情过了后，民众的消费方式佫转转去实体消费，佫加上即卖电商平台真竞争，有大愈大资源整合，佫有品牌革命的特性，互奇摩一定要转型。如果今天对雅虎来讲，把超级商城的这样的一个资源集中在所谓的过去比较具有成绩的，像是拍卖或者是所谓的它其他的一个商业模式上，可能更可以带来所谓的消费者在购买上面的一个精准度，也可以去增加所谓的一个厂商的粘着度。过去雅虎超级商城结合起对消费者的便利交易流程，佫有买去的零条，提供店主开店的工具，毋过营运各大电商平台真竞争。雅虎奇摩嘛调整营运的方式，希望会当互核心的服务更较优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